问菩萨戒分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唯当大觉义，真是诸佛子，其义分何？答：佛戒者，清净心是啊。若有人发心修行清净行，得无所受心者，名受佛戒也。过去诸佛皆修清净无受行，得成佛道。今时有人发心修无受清净行者，即以佛功德顶用，无有义也。故云入诸佛位也。如是我者，以佛我同，故云唯当大觉义，真是诸佛子，将清净心生智，智清净，名为诸佛子，亦名真佛子。问：即如佛之依法，为是佛在先呢？为是法在先？若法在先，法是何佛所说？若佛在先，成何教离成道呢？答：佛亦在法先，亦在法后。问：因何佛法先后？答：若具即灭法，是法先佛后；若具文字法，是佛先法后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皆因即灭法而得成佛，即是法先佛后。经云：诸佛所说所谓法也，得以得成道义。言述讲说十二部经，引化众生，众生成佛法，到修行得成佛，即是佛先法后也。问：云何是说同宗不同？答：言行相违，即是说同宗不同。问：云何是宗通，说亦通？答：言行无差，即是说通，宗也通。问：经云道不道，不道道之法云何？答：说道行不道，名为道不道；行道说不道，名为不道道；行说其道，名为道道。问：佛法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，何者是不尽有为的？何者是不住无为的？答：不尽有为者，将初发心至菩提树下，成定正觉，后至相临，涅槃涅槃，以中一切法，悉皆不舍，即是不尽有为也。不住无为者，虽修无念，不以无念为净；虽修空，不以空为净；虽修菩提涅槃，无作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净，即是不住无为也。问：
唯有地狱，唯无地狱咧？答：亦有亦无。问：云何亦有亦无咧？答：为随心所做，一切恶业，即有地狱，即有地狱。若心无念，自性空过，即无地狱。问：受罪众生有佛性无？答：亦有佛性。问：既有佛性，正入地狱时，佛性当入何？答：不当入。问：正入之时，佛性复在何处呢？答：亦当入。问：既当入正入时，众生受罪，佛性亦当受罪何？答：佛性随众生当入，是众生自受罪苦，佛性原来不受。问：既当入，因何不受？答：众生者是有相，有相者即有成坏；佛性者是无相，无相者即是空性也。是故真空之性，无有坏者。如有人以空即心，心自受坏，空不受坏也。空无佛性，心如众生，故云当入而不当受也。问：转八识成四谛，属四谛成三身，几个识共成一谛？几个识独成一谛？答：眼耳鼻舌身，此五识共成成属足谛。第六是意识独成妙观察谛。第七意独成平等性谛。第八含藏识独成大圆镜谛。问此四谛为别为同？答：体同明别，体既同，云何明别呢？既随事立名，正一体之时，何者是大圆镜谛？答：暂然空寂，原名不动，即大圆镜谛。能对诸尘不起爱憎，即是离性空。离性空，即平等性谛。能入诸根见界，善能分别，不起乱想，离得自在，即是妙观察谛。能入诸根随时应用，悉入正受，无离相者，即是成所作谛。问：属四谛成三身者，几个谛共成一身呢？几个谛独成一身呢？答：大圆镜谛独成法身，平等性谛独成报身，妙观察谛以成所作谛。
共生化身，此三心亦加入名利分别，只能未解则看。若了解处理，亦无三心应用，何以故？为体性无相，将无自本利力，亦无自本。问：云何是见佛真心呢？答：不见有无，即是见佛真心。问：云何不见有无，即是见佛真心？答：有因无立，无因有显，本不离有，无亦不存，既不存无，有从何得？何有之以无？相因私有，既相因离有，色是生灭也。但难处两见，即是见佛真心。问：只如有无，尚不可教建立，真心服从何离立？答：唯有问故。若无问时，真心之名亦不可立。何以故？譬如面镜人，若对物相时，即现相；若不对相时，将不见相。问：云何是相不离佛呢？答：心无起灭，对见即然，一切时中毕竟空寂，即是相不离佛。问：何者是无为法？答：有为是。问：今问无为法，因何答有为是呢？答：有因无立，无因有显，本不离有，无从何生？若论真无为者，即不处有为，亦不处无为，是真无为法也。何以故？见魂若处法相，即着我人；若处非法相，即着我人。是故不应处法，不应处非法，即是处真法也。若了处理，即真解脱，即会不离法门。问：何者是中道义？答：辩义是。问：今问中道，因何答辩义是呢？答：边因中立，边因中立，中因变生，本若无变，中从何有？今言中者，因边私有，故知中之以变，相因离立，色是无常，色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问：何名五阴等？答：对色念色，随色受生，名为色阴。为令立北方，好集邪信，即随领受众生，名为受阴。昧心处相，随相受生，
名为上阴；结集诸行，随行受生，名为行阴；以平等体，妄气分别，色着随色受生，名为色阴。故分五阴。问：景分25有，何者是？答：受后有心事的，后有心者，即六道受生也。为众生现世心微，好结诸业，后即随业受生，故分后有也。世若有人自修究竟解脱，证无生法忍者，即应离三界，不受后有。不受后有者，即证法身。法身者，即是佛身。问：25有明，分何分别呢？答：本体是一，为随用立名，显25有。25有，十恶十善，五阴是也。问：分何是十恶十善呢？答：十恶：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，乃至贪、嗔、邪见，此名十恶。十善者，但不行十恶，即是也。问：上说无念，上味正觉。答：无念者，一切处无心事，无一切境界，无以思求是，但自见识，应无启动，是即无念。无念者，是名真念也。若以念为念者，即是邪念，非为正念。何以故？景分若教人大念，名为非念；有六念，名为邪念。无六念者，即真念。景分善男子，我等住于无念法中，得如是金色32相，放大光明，照无疑世界，不可思议功德。佛说自由不净，何况以成能知也？得无念者，六根无念故，自能得入诸佛之见。得如是者，即名佛种，亦名法种。即令一切佛、一切法。何以故？为无念故。景分一切诸佛等，皆将此经出。问：既称无念，入佛之见，复将何入呢？答：无将无念入。何以故？景分将无主本入一切法。有分如如敏感，感中虽无相，
离能显万象，何以故？为感明故。能显万象，能显万象，学人唯心无念故。妄念不生，我人心灭，必见清净。以清净故，能生无量智见。顿悟者，不离此生，即得解脱。何以知之？譬如树子梨，初生之时，即尽树子。修顿悟者，亦复如是。即修之时，即入佛位。如得寸生笋，不离宜寸，即以母以妙奇。定无有义，定无有益，何以故？为心空故。修顿悟者，亦复如是。为顿除妄念，永绝我人，毕竟空寂，即以佛者。定无有义，故魂即还即性也。修顿悟者，不离此身，即超三界。境魂不坏世间，离超世间，不舍烦恼，离入涅槃。不修顿悟者，犹如夜间随着树子，经不清劫，终不得成佛子，终不得成树子。又问：真如之性，为是空，为是不空呢？若言不空，即是有相；若言空者，即是断灭。一切众生，当以何修？离得解脱。答：真如之性，亦空亦不空，何以故？真如妙体，无形无相，不可得也。是名亦空。然于空无相体中，具足形沙之用，即无事不应。是名亦不空。境魂假一即千种，未一即万亿。若人修一，万事毕，是悟道之妙也。境魂心罗及万象，一法之所应。云何一法中离生种种见？如此共业，由行为本。若不行心，依文处境，不有是处。自空空他，自空他，彼此其对，努力。色性智，只是事来不受，一切处无心。得如是者，即入涅槃。证无生法忍，亦名不离法门，亦名无争，亦名一行三昧。何以故？毕竟清净，无我人故。不起爱憎，是离性空，是无所见，即是真如无得之辩。此论不传无信，为传当见当行，
当官精人有诚信心，堪忍不退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是之令我作处论，为有缘人，非求名利。只如诸佛所说，千经万论，只为众生灭故。心行不同，随邪应说，即有差别。如论究竟解脱理者，只是事来不受。一切处无心，应即如空，毕竟清净，自然解脱。你莫求虚名，口说真如，心事圆交，即言行相违，名为自公。当对恶道，莫求一世虚名快乐，不觉中劫受殃。努力，众生自度，佛不能度。若佛能度众生时，过去诸佛如未定数，一切众生应将应度尽。何况我等至今流浪生死，不得成佛。当知众生自度，佛不能度。努力自修，莫依他佛力。经佛夫求法者，不得佛求。